恁大家有闻到地朽的香味无？有无？有闻到往来金蕉的清甜无？迄就是咱台湾人的台湾味啦。咱台湾的茶米，伫个世界，会安尼讲是茶米王呢。即摆大陆拢来甲咱扫茶米啊，无得食好个安尼。搁再上骄傲着咱台湾人啊！伫个世界讲野球会当摕到冠军，您知无？搁在100年了后，咱台湾一定会起一间世界上悬的大楼。咱哪有自信？今仔日本人不爱互咱出头，不要紧。咱台湾人啊，较团结的，徛好座位，干那发声，日本人一定会起鸡母皮。咱若搁较济咧，干那掌声，亲像世界的地动同款。对，咱毋是讲路在，咱要甲日本政府请愿，咱是立定的国民。对，这个舞台就是咱的，咱要徛咱家己的舞台。同胞爱团结，团结最有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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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重要，爱民